咱若是定伫咧网络顶买物件，寄到超商提货者，都要特别注意诈骗集团的手法。伊会传简讯叫你去提货，但是有人开1-2千块，煞摕到空的包裹，无就是内底底本数。消保官提醒，提货进前一定要再三确认包裹甲家己所买的物件记录，才袂丢掉去互骗去。 报电话号码后壁3字，店员随查就找到你的包裹。对现代人来讲是真舒常。伫咧网络顶关买物件，等几工仔就会当收到，是真方便。不过嘛，就要细腻，包括会诈骗。 参像这个民众收到信息通知，无怀疑就到超商来领货，开1180块，想袂到拍开，竟然是家己无买的电动器面啊！我傻眼了，我想说，我怎么可能有买这种东西？其实一开始我就觉得怪怪，因为它的厂商名称写王者。反正你嘛是网购的重度使用者，不过真正就要注意，有网友整理诈骗包裹的密语，譬如讲信息当中出现中国用词，参像配边，那编号头前接款73元，或者是 M， 金额大约是1100到1500左右。若是你的包裹符合这个条件，就要提高警觉。就是去查看自己每个网购平台的记录，然后都没有果断决定不要去收这个包裹。觉得还是会去申诉，对，虽然是小金额，可他们可能利用小金额，然后去诈骗更多的人。几家超商都已经有它的内部申诉的机制，这样子有些消费者有拿回自己不应该付的那个金钱，但是现在那些诈骗集团很多都跟一些比较消极处理的货运业者来合作，那变成说消费者要去找这些货运业者来退钱的话，并不是那么顺利啦。消保官嘛提醒，出货进前先想看卖家己买啥，确定金额甲包裹敢有正确，嘛要检查伊的外观。若是为境外来的重量伤轻，就要加较注意。网购虽然真方便，所可能暗藏危机，为着甲钱财收掉咧，也是要加较注意。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